这回呢就算我道歉了。今天呢，我们就以朋友的身份好好喝一场，干，干，干了！你难道不想跟我说点什么吗？林一轩，我告诉你，我得不到的，别人也别想得到。咱们走着瞧。林轩，你是个混蛋！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。别推了，停一下吧。怎么，累了？如果累的话，咱们回病房去。我们的故事讲到哪儿了？接着说吧。经过李朵这件事后，我想起来真的很后怕。他们年轻人的生活，他们的想法，好像跟我完全不是同一个世界的。所以，我开始有意识地远离他们，远离是非，尽量的不和爱宝他们联系，以免节外生枝。我又开始回到自己熟悉的世界，生活又渐渐恢复了平静。直到有一天，我接到了爱宝的电话。小伙子，这大晚上的还不回去呢？哈哈，我工作还没做完呢。哎，大爷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我呀，我这不是没办法吗？我要不工作，我就得喝西北风啊。我跟你一样。那你老婆呢？你这么加班，你老婆就不心疼你啊？像你这个年纪的小两口，那可正是如胶似漆的时候啊。我还没老婆呢，老婆还不知道在谁的肚子里待着呢。那就赶紧找一个吧，找一个你就不这么拼命喽，可别混得跟我老头子一样。哎，爱宝，爱宝，哎，你别哭啊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你人在哪吗？这样，我马上过去，你在学校门口等我啊。大爷，那我先走了啊！哎，赶紧回去吧。
爱宝，你怎么样？你赶紧跟李朵解释解释啊！你放心吧，这事儿我去解释了。来，把衣服披好了。没事吧？没事。还说没事儿，都发烧了。走，我带你去医院。把衣服扣好。来。来，爱宝，喝点水。感觉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怎么弄的？怎么会搞成这样？还不都是因为你？因为我？因为我什么呀？因为李朵喜欢你，可是我也喜欢你啊。胡说什么呀，小孩子！你现在应该想着怎么把病养好，知道吗？今天晚上你会在这里陪我吗？行，我陪着你，陪着你。小孩啊！爸，你叫我什么？我叫你爸爸。你怎么那么逗啊？你叫我爸，我长得很老吗？是我长得像你爸？都不是。那是因为什么呀？因为我喜欢你啊。我妈她和我爸在一起，没有名分，所以她恨极那样的生活。于是她把怨气都出在我身上。吃饭呀。